来，接着喝。老大快醒醒，睡着觉了。看我带的啥？这什么玩意儿？这酒喝起来老爽了，一口上头哎。这好东西了，快尝尝吧。太好喝了，老大，那你先喝着，我忙去了。这是好东西，记得给我送过来啊。好喝哎。你好，设计师，有新增回包3名，请马上执行。董事长，董事长，你听见没有？知道了，别啰嗦，现在回包继续了，别耽误了啊。不就是咱们白金袄啊，就这一点啊。赶紧执行任务去啊。都这么一大会儿了，回包怎么还没来呀？不是要回包吗？怎么来都是白金包啊？算了，都没有好呀，都跟你我啊。一会儿都好学。站住，受死吧！看到没？就像是对面手眼了，一看就不像好人的，细菌就赶紧给清掉。兄弟们，咱俩好好干啊！站住！什么事？你这小子对面手眼着，肯定是细菌啊！这种你好，一看就不是好人，肯定是细菌啊！大夫，我是怎么来着？怎么头发都掉光了呢？没事，得亏是你啊，还有救。